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8月1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4篇，以赛亚书27章第1节到13节，路加福音第19章45节到4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清气。圣殿的建造功能目的是甚物货？咱有讲过哈。这嘛是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最后一届进入耶路撒冷来清起圣殿的问题的所在。昨咱也透过司提反讲到起造的目的。但是伊上时也提醒以色列人，虽然伫所罗门的手中起一座真正东方富丽的这个圣殿，但是生命的圣殿却是真正害甲袂使安尼吼。司提反所讲的，就是讲，伊讲。其实，至高的上帝并无住伫人所起造的这个圣殿内底，就亲像先知所讲的：“主讲，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骹踏椅。恁会当为我起造倒一种的殿宇？倒位是我安息的所在咧？这一切毋是拢我亲自创造的吗？”这甲咱讲啥物代志呢？就是今仔日咱要做伙来思考，也是咱基督徒每一工必须爱思考的代志。今仔日的以赛亚书经文，搁一届讲到泡汤园。咱也知影，伫圣经中间，泡汤园是指以色列人。以赛亚书第5章，咱讲到上帝因为葡萄结出搁酸搁涩的葡萄，就决定将这个葡萄园的保护，就是这个位置摕掉，搁互这的野猪野兽来食这的酸搁涩的葡萄。伫今仔日的经文，先知搁一届甲咱讲到新的愿望。伊讲，迄一天，上主要用真硬的、真利的剑处罚这令，就是迄个扭曲真后变的古蛇，并且杀死迄个大海中间的海兽。迄一天，上帝要提起伊所欢喜的泡汤园，讲：我看守伊。不断来甲伊关押，我任命守伊，无有人会通甲伊损害。我无搁再对我的泡汤园发受气。如果园仔内底有刺狸甲刺皮，我必定将因烧了了。我的子民对敌爱我保护，我就爱先。就爱甲我讲和，对啦，因就爱先甲我讲和。伫将来的日子，雅各的子孙以色列人民，就要亲像树共款来扎根，因搁要来布芽、开花，遍地来结子满满。事实上，上帝一直拢是安尼来保守着以色列，伊的泡汤园。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总是定定选择离开上帝，选择违背上帝的旨意，也因为安尼就受到刑罚，家己就爱去面对所遇到的这个困境。先知以赛亚继续甲以色列人讲，上帝要当当来处罚伊的人民，来放逐因。伊对东方吹一阵暴风，甲因赶走。除非以色列人将因替外邦的神明起造的祭坛拢拆毁，将亚瑟拉女神的条甲烧香的祭坛拢杀倒了。
因的罪绝对袂得到赦免，因为因敬拜偶像，互上帝的名爱得到建设。因为因追求家己的利益，无追求上帝的公义，互这个所罗门所起造的上帝的圣殿，嘛是硬蓬蓬。伫圣经4本福音书，拢总记载耶稣清起圣殿的代志。这也就是甲咱讲，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以及提醒。这个中间，耶稣基督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伊讲：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讲，我的圣殿要称作基督的殿，恁却将伊变成做贼兽。耶稣基督是引用着以赛亚书56章第7节的经文所讲的：我要带恁到我的圣山锡安，互恁伫我的基督的殿中有喜乐，并且接受你伫祭坛顶悬所献的烧化祭。我的圣殿也要称作万民基督的殿。这就是甲咱讲，因为基督和上帝内底就有上帝的同在，和圣殿都有上帝的同在。那安尼无基督咧，也就是讲上帝无伫圣殿的内底。保罗讲，敢毋知影恁的身躯就是上帝的殿吗？那安尼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一个基督徒伊无基督的话，就必定失去上帝的同在甲保守，因为咱家己就是迄个身体的殿，这个内底就无有上帝。如果照耶稣基督清起圣殿了后所讲的话，我的圣殿要称作基督的殿，恁却将伊变成做贼兽。咱来想看卖啊！咱知影无基督，圣殿就可能变成做贼兽。还佫有啥物款的代志呢？咱知影伫圣经中间遐欺负人的做生理人，嘛必须要受到洁净嘛，就是耶稣最后清起圣殿的代志。伫教会中间，还佫有啥物代志需要受清气呢？咱每一日拢爱来反省思考，啥物款的代志，啥物款的品格，啥物款的作为，无适合伫上帝的殿来发生，需要被清气呢？咱伫圣殿内底的穿插，表现伤过随便，甲上帝的圣殿当作餐厅食物件，对人的态度真恶，或者是讲无法度接受人的建议，也是讲对服侍冷感，甚至呢只有讲批评，却无要做。还佫有啥物代志有可能是咱爱洁净的呢？恳求上帝来洁净咱。诗篇74篇篇幅较长，也请兄弟家己来灵修研读。咱做来祈祷，感谢主，互阮真正会当成做迄个有你同在的圣殿。求主帮助阮洁净阮的身体、阮的性命、阮的行为，也互阮会通真正成做你清气的圣殿。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